第一，我同意嘅，即係政府應該要 set 一啲標準，去令到市場上邊由佢嘅市場推動，呢個司長完全同意。但係似乎咧，我都係睇翻陳議員提嘅質詢啦。咁而家就話本港4間醫院每年合共繳付保費只係300零到500零萬澳門元之間。咁其實佢哋而家嗰個平均嘅理賠嘅醫院係813.4萬，咁其實確實呢個存在唔正常喎，亦都客觀咁講咧，因為司長我都理解嘅，你哋唔需要去定一個最低嘅價格，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哋而家我哋睇翻咧，係要定翻一個第5/2017號行政法規係醫療服務者提供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嘅規定，包括一啲最低嘅賠付限額啦，詳細你哋我唔講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個第45/2017號行政命令，就係醫療服務提供者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嘅保險費及條件表。其實而家個問題就在於咧，司長我都聽唔明一個好具體嘅一個專業分析。其實我而家想聽專業判斷。而家醫院保費低，賠得多，究竟係咪一個正常現象？唔好，我明啊！你話其他仲貴，我仲理解。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咁而家睇翻落去，陳醫生攞咗17年到而家嘅數字，我哋見到就係出現咗陳醫生個狀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呢個制度上有冇得可以檢討，同埋應該點樣檢討？即係司長，你當然可以回應啦。但係其實好坦白，我亦都好希望即係金管局嘅同事係咪能夠將你哋個分析報告去詳細俾翻我哋？咁我哋都要真係時間去消化，我哋睇下點樣去處理一個更好嘅嘢咯。因為而家似乎應該2017年到而家都有7、8年嘅時間啦。咁係咪應該我哋認認真真去思考下成個制度點樣令呢個制度平衡咧？因為有一啲條件係你哋 set 嘅。最低限冇 set 嘅 set 咗最高上限我知嘅，咁但係其實司長你頭先聽完之後唔好介意，我聽咗落去咪對私人醫生佢嗰個最高上限咪 set 得更加唔合理咯，根本而家仲可以更加低啲先啦，係咪先？咁調翻轉又解釋唔到醫院點解又會咁即係佢嗰個保費相對低而賠得更高，所以其實好坦白希望帶一啲原則，但我亦都好希望司長去金管局去提供翻啲詳細嘅研究報告，俾我哋社會好，俾業界好，我哋有認真嘅基本科學嘅內容，跟住我哋再提出一個具體嘅修法建議。因為我知道唔係一個司長你講咁簡單嘅，我哋應該要去服從一個專業嘅制度同專業判斷嘅。多謝主席。對於醫院咧嘅收費咧，即係法人嘅醫療機構係冇設上限嘅。頭先咧我哋對私人咧係有設上限嘅，即係話 cap 咗個頂，但係對醫院嘅收費係冇設上限。咁即係話其實咧，隨住佢哋理賠嘅個案多，個風險係提高咧，其實個保費一路增加緊嘅。而我哋觀察到咧，由17年到而家24年咧，佢應該個保費加咗，應該大概超過有六成以上噶啦，對醫院嘅收費啊。所以其實大家你睇到過佢哋交保費同佢哋理賠嗰個數字，你睇到兩個數字啦。見佢交保費好似係少過佢賠償嗰個喎，係咪啊？咁其實好似呢度係睇落好似係即係大家覺得私人嗰度係咪喺度補貼緊醫院咧？其實呢個過程咧，係一個市場調節嘅，最緊要我哋機制上高係冇定到保險公司可以收醫院佢保費嘅上限。隨住佢理賠個案多嘅話咧，佢一路調整緊嘅。呢幾年咧，每年都喺度加緊嘅。咁正如大家知啦，你係其他嘅風險，當佢保險公司掌握到佢嘅理賠嘅風險係一路催增嘅話，佢保費就會相對調升㗎啦。最主要喺機制上高係冇 cap 佢嘅上限。我諗呢個大家睇到喺設計上高咧係一個即係認為係可以接納嘅一個咁樣嘅安排啊。